献到信息第7首，进前捌唱过野手，好，果然真好。好来，歌词先来读一个，有吼，来，行伫山林小路，经师学路，好。头拄仔敢若只有高牧师伫遮，我就听到伊在读，做伙读啦，真诶认真来，预备来，行伫山林小路，经师学路，溪水轻轻流，通拖轻车河。行伫山林小路，用心领受，主奇妙创造，和谐自由。好，连读拢读无好，等下要安怎唱啦？吼，试看卖哦。这首诗歌真趣味，有可能要唱到第40个时阵，才会当感受到迄个上帝创造奇妙的一切吼。要不过不要紧，来想象一个你真正行伫树林内迄种感受。好，好咯。第一章。行伫山林小路，金丝雨路，溪水轻轻流，通拖轻车河。行伫山林小路，用心领受，主奇妙创造，和谐自由。有趣味吼，很陌生，对不对？没关系。这个是希拉雅族，有听过吗？模仿希拉雅族的旋律，所以我们陌生，感觉陌生是自然。好，要么哥，咱就要来惊喜，所以第一站过来乞丐。行伫山林小路，金丝雨路，溪水轻轻流，通拖轻车河。行伫山林小路，用心领受，主奇妙创造，和谐自由。好，那个和谐自由遐那个和有2个音，谐嘛2个音，咱就尽力试看卖。第2站直接来唱，无时间念歌词啊吼。来，行伫山林小路，感谢唱歌，为你是寄托，乌点当作伴。行伫山林小路，主心观看，主奇妙创造，面对充满。第3站。行伫山林小路，心头轻松，笑车飞啊飞，凉风微微吹。行伫山林小路，静静体会，主奇妙创造，万灵纯粹。有趣味无？好，第4站过来读一个，来，行伫山林小路，恬静祈祷，青草哦，青草是安尼读哦，青草不心意，树花发心机，行伫山林小路，专心仰望。主奇妙创造，万物尊重。第4站歹读吼，再念一次，我听到聊天声音。第4站，因读的哦，预备来，行伫山林小路，恬静祈祷，青草铺心意，树花发生机。行伫山林小路，专心仰望，主奇妙创造，万物尊重。这白话字是写山林小路啦，所以咱就唱这个。好，来，白话字写林啦，所以我只会晓叫
白话字的来读，会当参考一个信息内底的发音，真趣味吼。好，来611首，这首真熟，所以咱做伙来唱第一集。地主的人有幸福。第一集咯。地主的人有幸福，那最优秀真快乐。但是嘅网络今时，满心平安心第一，为的快乐，地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对条条多欢喜，记着主当帮你，主的快乐，永远他的主快乐。这是请咱安静心，准备参悟，再去写礼拜。各位兄弟阿早，嘛开始咱今仔日早时的礼拜。听走啊！毋过，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我袂当入你的殿，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来敬拜。这是咱三甲来吟诗学乐第7首，行伫山林小路吟诗学乐，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行伫山林小路，今时有路，溪水轻轻流，东拖起小河。行伫山林小路。
人生也受，自己也创造爱自由。第三领受到感谢唱歌，为你是开头，我家当嘴巴，行第三领受到自信宽阔，自己表创造面对中我，行第三领受到心到第三，就这陪啊陪，两行比吹，行第三领受到真情体会，自己表创造团结所做，行第三领受到点一祈祷，只做不是伊，只为欢喜己，行第三领受到专心拥抱，自己表创造万物尊重。这时，请大家有缘徛伫咱同齐来做咱的信仰告别，请。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性投胎，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伫本都彼拉多任内受苦，顶是一个死，埋葬罗因府。第三日，伫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们。是咱三家来回应黑印文第26篇，就是诗篇111篇。要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自治的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了尊贵威严。上主行其事，互人纪念。伊赐绵羊，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伊的手所做信实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顶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咱三家来阿头来祈祷。阮所敬仰阿伯伯上帝，感谢你每日的同在，互阮有福气得到你的陪伴甲看顾。感谢你将你的平安甲喜乐，照着你的话甲学老的诗歌，互阮安慰。感谢你，人所犯的罪过，用你的宝血来洗清，将美好的信仰放伫阮的生命当中，不断的体验，不断的经历，肢体互相彼此带导甲关心，真侪阮的信心甲快乐。现今世代有侪的不安甲困扰，阮要将这世代祈求的平安放伫阮的祈祷
安的王，你是耶和华沙龙，求你来掌管伫台湾，一切惊讶甲不安。互阮徛起的所在，想使每一个台湾人有坚固的信心，来维护咱的国家，保守阮的心思意念。恭敬，愿今仔日咱的组织甲敬拜，会当得到主的欢喜。愿安尼切切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来求。咱三个来看咱今仔日的圣经节，今仔的圣经节是伫罗马书第1章16节到17节。罗马书第1章16节到17节。我无看福音做见效，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来拯救所有信的人。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外邦人。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意，这个意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照圣经所记载，伊的人会对信来活。以上，换客来。今仔学落的歌爱你到底。
在那里讲道是吴佩慈牧师，也讲的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对来说，今天的姊妹大家平安，安尼听得到无？哦，因为主爱餐的兄弟啊，拢甲我讲，牧师，你讲道声应该较大个。我讲好，我尽量试看觅吼。真欢喜，咱会当搁一摆三甲主持做伙来敬拜上帝。伫讲道的代志，我要邀请大家会当互相祝福身躯边的人。吼，无诶吼，啊只好找一个安尼吼，甲伊讲平安，上帝祝福互你。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赏赐大稳定，就伫阮的中间，呼召引带阮，真做你的家己有福气福分，会当学习，更较亲来敬拜你。愿信心做工，开阮的心、阮的目睭、阮的耳孔，真实来领受你的话语，照你的旨意来行，伫你的面前，让你献就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难得。圣经十节底吼，即群书咧，即篇章也是读了啊。我相信，这个圣经十是咱所真实的有听过吼。然后到伫准备的时阵，哇，实在是吼。今日有可能是我讲道以来会讲上久的一届，吼，真趣味。早起时我嘛甲主导长老拍招呼讲，这圣经十足关键的，吼，咱所以。有可能爱自行好好来听一个、想一个吼，真有意思的。毋知你若是听到福音，你会想到啥？我爱先唱歌互恁听。自细汉吼，天韵合唱团有听过吗？会唱吗？福音就是好消息，传给街坊和邻里，传说耶稣的事迹。信而得就有福气。好，后面没了。其实我细汉时阵听歌词啊，我想讲信而得，结果是信而得救，有福气啊。想一下，伫我到即阵，我感觉传过福音，敢有？咱有传什么款的福音？咱去传福音，迄内容是什么啊？咱今才会当真紧来想一个福音是咧讲啥？福音的内容有可能会当安尼来形容，就是耶稣伊传讲上帝国的信息，对伊所行的生涯，甲伊本身受死高挂，遮所有的事实，以及人仰望伊会搁再来，即个仰望，这就是福音的内容啊。所以刚才有时咱会甲人分享吼，你来信耶稣，信耶稣足好诶，上帝有慈悲怜悯，对，拢有。然后到伫咱今日圣经十等下，阁会讨论到关于关系基这项代志。好，咱先做伙来读第1章第16头前一句话，请我无看福音做见笑。好，安尼就好，见笑。咱减捌因为什么代志感觉见笑？敢有？刚才有哈？因为讲保罗太会将见笑这个观念甲福音讲做伙啊。我无看福音做见笑，咱会当理解做就是初代教会因的信仰告别，就亲像咱会读四道圣经对吧？我信。讲真侪咱信的内容吼，当然咱爱先反省一下。我伫读四道圣经的时阵，我敢有相信遮个？遐个甲我的性命敢有关系？还是只有礼拜中因为要读，咱大家就是足大声做伙来读，甚至免看咱会晓背啊吼。要毋过遐个内容是我所相信的，咱所见证的吗？伫迄时罗马希腊的社会有一种观念，叫做阴爻，会来讲阴光、见笑，这个想法，迄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哦。
什么会互人看做是荣耀的代志？咱以细小眼光来看吼，真简单，有自在啦，足朴有诶，有好诶名声，或者是我有一个权力，我有一寡能力，或者是我有智慧、有口才，是吼，安尼会当互人看做是荣耀诶代志吼。那么，望望咱囝儿，有好诶成就，拢是迄个方向吼。啊，若无咧，就是互人感觉见笑。若是有遐个名声、钱财、智慧，遮个就是互人感觉阳光的；若无，就是见笑的。佫有一种情形，就是若是甲迄个社会认为较无的，或者是无阳光的人、代志、甲物件有一寡关系，嘛是互人看做是见笑的。为什么爱安尼说明？因为咱需要倒转来看福音的内容。头前有先讲者吼，福音真关键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被钉伫十字架顶受死、埋葬、搁活嘛吼。然后十字架呢，咱检测，咱兄弟敢有人即摆身躯有挂十字架的破链有无？有诶有吼，足水诶嘛吼。要毋过，迄个时代看十字架是见笑的记号啊！为虾米？代表罪恶，代表无阳光的，迄犯大罪的人才会被钉伫十字架呢。所以，就是因为安尼，规个社会价值观，现在就人看福音做见笑。要毋过，保罗讲：“我无看福音做见笑。”对保罗来讲，有一套吼，甲迄个时代无共款的社会价值观。咱会当讲，伊是用福音宣告来做基础。刚才保罗就仰望，听到伊的信息的人，会当照着伊的模样，迄个新的价值观，是迄个时代虽然看是假是见笑，也毋过伊无。伊知影这是阳光的代志。咱搁做伙来读罗马书16章的圣经十册，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力。和合本讲吼，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伊内文是安尼翻译讲，因为是上帝的大能力。上帝的大能力是甚物？咱刚才一群想着足侪。要讲，因为即马咱伫读罗马书吼，所以咱需要倒转来到罗马书较头前的1章第4节，有讲起耶稣，互人对死，搁我迄个大快乐、大能力。所以咱就搁倒转来看迄个阳光甲见笑的迄个社会价值观。耶稣有互人对死哩，搁我的快乐，安尼是甚物款的代志？是阳光的代志，是荣耀的代志。保罗伫遮要讲啥？福音是上帝大有快乐的能力，是伫咱社会世界中间，因为伊会过来对无？最后审判的时阵，若是信靠伊的人会得救呢，免受一切的刑罚呢。福音是福音的原因，是伊的内容，主要就是爱看耶稣基督。继续读16后一句，请被拯救所有信的人，大神犹太人，后来外邦人。这个救吼，希腊文是拯救，就是得救或者是救恩的意思。若是有人会当救别人脱离一个危险的情形，嘛是真了不起的代志。所以，当耶稣在拯救的时阵，哇，嘛是当互人阳光的，迄是荣耀的，会当互人看口的。然后才讲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就是每一个福音是上帝大能力，只要接受伊信息的人，
对因拢是有功效的啦，拢会当互因得救啊。每一个全部只要相信，无有分别。听到安尼信息，真安慰吼，因为我有信嘛吼。也毋过，若是遐个旧作毋肯来相信的，就袂当得救。后来外邦人，其实荷尔本是直接翻译说，后来是希腊人。这个外邦人就是未信的，这个上帝福音是为着所有的人，万国万民。其实1章第50就讲起遐样代志吼。真的有讲到大生，佮讲起后来，咱所要会记是，这是次序的问题。这边先，因为福音是对犹太人开始嘛，上帝先拣选伊，毋是讲什么人较要紧，较无要紧。所以大生犹太人后来是所有外邦人。咱搁来看17节的头一节，请。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启示是甚物款的意思啊？启示就是将遐个原体人毋知影的，或者是互稳重起来的代志，会当显明出来。咱看遮个圣经章吼，安尼看安尼看，其实嘛，甲咱讲一项代志，就是其实将上帝的启示出来，是上帝伊本身啦。咱若是认真来看罗马书吼，其实安尼读，敢若读有，敢若佫读无。伊这个书吼，伫罗马书出现34摆。咱正常有惯势吼，最重要讲3届吼，才讲34届。然后若是讲起上帝义，佫有8届，才第1届。咱需要知影吼，迄文字会慢慢发展，安尼慢慢转变，发展到后来是指规个宇宙的运行，甲社会生活需要遵行的一寡准则。什么是记的？所以这个书吼，我惊我的台语讲了恁读无，所以写伫遮。甲正义啊、审判、刑法、保障。职责、义务、信息、忠诚，拢有关系的。所以咱若是讲到上帝义，哇，遮侪安尼是要安怎想、安怎理解啊？较趣味的是，我的母语毋是台语，恁拢知啦吼。所以我拢讲我的台语有乌配词腔，有够是乌配词腔。要毋过，每一个文化。所讲的话、用的词，拢有因的背景，会当理解我的意思吼。譬如讲，我有时丁打，我有听过，要毋过我就一直意会，我也不确定我到底知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类似安尼，要毋过无共的时代，讲一个词的时阵，到这个时代，佫小可转变。咱即摆用台语来理解这段圣经章。要毋过，咱在看字的时阵，需要倒转来看迄个时代的犹太人。有机会听到信息的时阵，甲70是一本，会理解咱需要连做伙。吼，讲遮侪就是讲，咱看这吼，毋若只有看遮的。若是即个字吼，对以色列人会当理解的方法，即个字有上帝公义的字。甲上帝主界义有关系。咱若是讲到义一困真紧，上帝公义拢会想到啥？上帝审判嘛，对无？应该是安尼啦吼。我若是无先写，其实我原底有做那个动画，有的字不要太快放出来，结果消失了。所以咱拢先看到，不要紧。若是无讲主界义，未解释之前，完全袂想到。要毋过，咱就先倒转来到咱较熟的部分吼。那讲到上帝公义，一方面咱会当真紧理解，就是上帝有家己本性，伊就是公义的上帝的部分。所以，行好上帝的祝福嘛，
信靠伊的人伊赐福，若是离开伊远远，伊有可能有刑罚，对吧？好，然后检测上帝公义的义，咱嘛会当了解做上帝公义的原则，甲符合上帝公义原则才会律法。好，搁有，若是讲起上帝公义的义，咱搁要想另外一项代志，就是咱人是毋是有行合伫上帝公义原则的所行所做？先听一下，敢会讲伤紧，听有无？了解啊！今日周报吼，第一届拄着即样代志，迄圣经真有够短，迄问题分享啥足多的。公义的义，搁讲一届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上帝家己公义的本性，他会赏善罚恶。然后搁有上帝公义的原则，甲形容上帝公义才会律法。以及人是毋是有符合上帝公义原则的所行所做？好，这是咱较切的部分。要毋过上帝主爱的义是啥？主爱义，它有啥物关系？出埃及记34章的第7节，希瑟即个希伯来文吼，有使用罗马书咱今日读到即个字的希腊文。咱中文看拢是共款的字啦，要毋过咱若是看原文吼，迄用的字生做共款，就是有关系啦。迄翻译用的字无共，迄就要另外解说吼。要毋过就是出埃及记34章第7节，用咱今日看到即个字的部分，这个翻译真少。要毋过，若是咱倒转来，我无拍出来，要毋过我一个讲，你应该有印象吼。出埃及记34章第60到第7节讲到啥？讲咱的耶和华上帝是有灵敏、有稳定的上帝，伊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甲信息，有听过吼？好，就是哦。然后上帝安怎会赦免罪过、过失甲罪恶，决断无了有罪的做无罪。所以出来嘅第34章讲到信息是安尼，哇！咱的上帝是有慈爱的义的上帝啦。虽然伊是公义的，也毋过伊阁有慈悲灵敏。伊会赦免，所以倒转来，因为即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伫今日咱读到罗马书第1章17节，讲到即个义较偏向上帝主家的义的部分。为虾米安尼讲？因为上帝的信息的遵守来执行伊对犹太人的应允。然后用公义的原则来对待犹太人甲所有的外邦人。好，感觉遮休一下吼。我甲护理牧师讲笑讲吼，这2集虽然足短，信息量太大，毋知讲了大家会记起啥。不要紧，因为福音就是咱心内底吼。好，咱继续来看。17节对头开始讲是讲啥？因为即个福音有启示上帝义，即个义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哦，即篇长老甲我讲，今日讲题吼，伊袂晓用台语读，我嘛袂晓用台语写，因为毋知要安怎写好。好啊，不能讲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今日讲题吼。这个字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的。伫宗教改革的时阵，咱讲到信，拢讲因信称义，对吧？真实的观念吼。要毋过中文讲信的讲到啥？有可能是信实啊、信心、信用呢，对无？因信称义，后来咱现代中译本甲现代台语拢翻做啥？人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对吧？
好，咱若是较侪读现代中语本，才会知影这样代志。因信称义，这个信是介要紧，嘛要记伫心内底。也毋过，毋若只有咱过去所想象知影，因为信咱会当互上帝称做义，安尼而已。这个信有可能是信息、信心、信用。好，这简单的有写伫咱的问题讨论内底，吼，咱转去当搁看一下、想一下吼。所以，通过信这个信，本于信，有可能是耶稣基督的信息。耶稣基督所加信息的代志是啥？伊信息会完成上帝所交代伊的任务，最后必定伫世界顶受死高挂。好。这个通过信嘛，有可能就是咱足实的当地做这样代志，就是人对基督的信用或者是信心。我相信这咱拢就上少的拢有吼。然后对罗马书头前规个保罗信息中间，阁有一项就是甲阿伯拉罕同款的信心啦。好，然后第四种就是顶头的拢有啦。好，听到这？够清楚吼，所以继续来看，下一页。既然耶稣基督是信实的，咱知影咧，然后我咧，我是毋是嘛有相信，嘛愿意违信？这是要紧的代志哦。毋是咱听听啊，迄道理就好，就水，甲我无关系，我就照我想要做的来做。毋是安尼，我有相信无？我愿意违信无？然后第二种讲法，就是出对信心结束伫违信。什么叫做违信？今日无法继续讲啊，然后咱想一下。第三项，阿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款的信心？广告一下，今年下几学校，其中一个主题，今年主题就是信心，其中一个部分就别讲阿伯拉罕吼，所以厝内有孙仔啊、囝儿啊、小孩，拢叫因来参加，厝边头尾有诶拢来吼。那么个，咱回想一下，因为阿伯拉罕是咱足熟的圣经人物吼，咱进前创世纪遮读了嘛吼，应该阁有一寡印象。亲像阿伯拉罕信心共款，咱会当带来对耶稣基督的相信甲威信。第四项，处对上帝的信息，然后咱嘛来学习阿伯拉罕的信心，会当带来咱人对上帝的威信。然后第五项，因为迄个文学的写作吼，咱会当来推论。这就是一种对信心到信心咱成长的力量。所以通过信，咱会当想的代志足多呢。要紧是，咱相信上帝到即阵，咱会当做甚物？咱有做甚物？咱有相信无？应该有啦吼。啊无嘛袂来礼拜吼。要毋过迄个微信呢？伫台湾教会140年以来，咱怎样来相信？怎样来传扬上帝的福音？伫咱中间，怎样来见证上帝的疼？怎样宣扬福音啊？亲爱兄弟，好，继续来读圣经章。第17章啊，只要读上面和合本那个就先不要读，请。照圣经所记载，记的人鬼对信来话，一人必因信得生。哈，照圣经记载，这有头头写，所以出地对。哈是什么的简写？哈巴谷。我怕我台语念了你们听不懂哈。哈巴谷书2章4节。其实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义人将本出对伊的信来得到生活。所以
若是照原文来看吼，和合本会翻译本于性，才阁出现啊。好，怎又来我啦？咱即摆拢我地吼，有人伫遮无？咱即摆拢我地吼，也毋过咱是怎又来生活的啊？咱是毋是有真实的生命我地，然后会当活出咱信仰所得到所有一切应该有的生活？好像是有口令啊，阁是讲一届。咱是毋是有真实的生命？是上帝所创造造业形象、照业形象创造迄个美好的模样来生活。然后搁爱想的是，我要活出怎样的生活？会讲较简单啦，哇，就是另外一件代志吼。要毋过咱囝毋是会当彼此勉励，咱做伙来学习。哈巴谷会记载，则讲吼，要出对伊的性吼，这个伊就是指义人嘛吼。这个性嘛，当有两种的理解吼。第一种就是人对上帝的信靠，或者是人信实来遵守上帝命令。啊，第二种的理解就是上帝伊家己的信实。我头拄有讲吼，伊的吼，啊，搁我的吼。保罗伫讲即句话的时阵，有省略关系伊的甲我的部分，就是互咱会当专注伫通过神、通过伊。所以咱想的时阵，就可能就是人的信息，或者是信息，嘛有可能是指上帝或者是基督的信息。要毋过，佫较有可能就是两种拢包含在内。所以，义对犹太教来讲，真简单，就是爱有符合上帝要求的所行所做。上帝要求的是啥？咱刚才一群的人量真侪吼，譬如讲新的诫命啊，迄个观念咱敢毋知？知吼？义人咧，因为义是有符合上帝要求的所行所做，所以这讲起的义人就是所行所做有符合上帝要求的人啦。好，大家会知吼？所以这讲起的义人是所行所做有符合上帝要求啊。过去咱讲精神清义，即马讲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合一的关系是啥？上帝要求是啥，咱就照得做，换出来。虽然刚才咱无爱，迄毋是咱本性，敢若会当做会到的。也毋过咱学习照上帝伊所甲咱讲的，伊的诫命类似安尼。咱来做，伊的人会对神来活。可是有影，咱即摆真正是活地吼。要毋过，咱是毋是有行做义的人？就是照上帝要求来行来做。好，咱倒转来好好来想一下，我有得到福音无？有无？我之前就讲，我讲到拢总爱问问题吼，互大家回应一下，惊困去吼。若是即阵爱我讲一个福音的内容，咱敢讲会出来？咱怎样来理解、信靠、活出来？上帝教是我相信，咱信主侪年的，拢即群拢有物件会走出来，无问题。但毋过要紧的是，咱怎样来活？好好看一下，好，互大家小运动一下，头小看一下边仔的人，紧嘞，即摆看一下，欣赏一下，
看伊偌水的，我认真的来紧看者，看者看者，哦，若是你回头来看者你身躯边仔的兄弟，伊的性命是天现上帝慈悲怜悯，上帝公义吗？还是会当理解我的意思吼？咱共伫桃园教会内底，咱是怎样来活出福音啦？毋是讲每一个人哦，拢爱装作哦，拢足好诶，毋是安尼啦。咱会当照咱诶现况，继续来活，也毋过是按上帝爱咱所行所做方向来做。我是毋是会看福音做见效？还是掠耶稣基督受顶，搁我做荧光啊？上帝伊有公义的义，甲慈爱的义，是遮尔啊丰富。我是毋是只有偏向一边？另外一边拢袂记起啊！耶稣基督的信息，依照上帝旨意来完成伊的计划。咱人对上帝有信心，有，但有信仰的生命生活。然后咧，搁想一下阿伯拉罕的信心，有甲伊共款无？还是阿伯拉罕故事足水的，足适合讲互细囝听的，然后据点。真正较要紧的就是，咱是毋是真正愿意相信甲委信？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足困难的啦，道理拢知啦，啊，毋过要安怎做？求上帝加添咱气力，互咱会当有真实的生命来生活。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赏赐大恩典，愿备来到你的面前，心情管的有限。有可能过去我已经累积真侪信仰的知识伫阮头壳内，那么过阮脚骹欠缺，就是爱活出来。求信心帮咱，互阮会当先对福音有更较深的明白，互阮愿意活出有符合上帝要求的所行所做，帮助阮真正真做见证你福音、你大鼎堂的信仰团体，伫你的面前，而你就恳求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咱三个来回应咱的信息，第111首，记主的人有幸福。请大家起立来应全诗。心对条条多欢喜，
心最条条大花衣，一条竹大花衣，祝你快乐，一碗汤的祝快乐，杯子里那无言好，谁人家往上过？那天呀，山里高坡，为的主高难穿路，为的快乐，被最难快乐，祝你快乐不同比，心最条条大花衣，一条竹汤包衣，祝你快乐，一碗汤的祝快乐。请坐，这时来奉献，请尹丽芳甲张春燕。请大家起立来迎奉献的心。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恩典的主，因你的恩典，我们得到祝福。今天我们来到圣殿，献上我们的金钱，求你来悦纳，也希望这些金钱能为教会做更多合你心意的事工。求主能够保守桃园教会兴旺，也保守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切平安。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这是咱来三仔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意。这个伊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罗马书1章17节，请。
请来看今仔日的周报。本州事防甲后洲的事防人员，请大家来看，甲来注意。若是有无好势的所在，请提早来做改变。咱的聚会的内容，团契聚会内容，请咱家己来看，来参与。注意的时间，甲咱注意教育部遮所有安排的课程。小组的聚会，遮嘛有真侪小组伫活动的。遮主日奉献的名册若是无啥好势，也是有错误，请往办公室来接洽。第三页的周报，本主日的消息报告，就是今仔日是妇女的曙光纪念主日，请为了咱姊妹逐项的辛劳、服侍，甲家庭坚守咱的信仰、心灵的健康来带导。3月份的这月中节，长老是黄传坤长老，执事是营利方甲黄约瑟执事。下晡1点伫9楼主日学要召开会议，请主日学老师甲同工来踊跃出席。3月初9后主日是定期的中职会，下晡1点伫701教室来召开。会后就煞接小会，请咱大家中职来注意咱参与，而且将各部要报告交互办公室。教会消息，2025年咱下季学校要来招募同工，请这有意爱参与伫咱下季学校，遮的各种印尼甲大学生的青年，咱的陈雅婷也是往咱的教育部部长张伯钧长老来报名，来详细询问一下，还是上 QR code， 遮内底拢有说明。点就是夫妇团契，上3堂课，邀请到得胜者的主任黄冠廷参与来指导有3堂课程，请咱家己来看。113年第1学期的力学经，遮个囡仔爱先请咱的家长，若是囡仔会当成绩还不错，请你提出来，勇敢的提出来，咱主日学，遮个陈伯元校长遮来提出。消息，3月初8早时9点半，当伫咱教会4楼拜堂，礼拜堂遮有一场感恩礼拜，就是要结婚，新人结婚，请大家为因代祷，祝福。教界消息，遮有2条，拢是相连的。一个是北区的讲座，遮伫咱的群组，我看相连。真踊跃伫报名，也阁有一参与要去中越、巴拿还有惠安慢活5日游，嘛真侪人开始报名，唔知影紧来去报名看卖，有时间的来出去佚佗的，第3点就是圣德中会，遮有一个教会中职甲同工的训练课程，踮伫有4届的训练的课程，请有意有要参与的人，往办公室来报名。3月初7，拄好就拄着是咱圣德中会讲公道会
踮伫嘉南教会遮举行，有报名的嘛，诚侪参与吼，请大家来为遮来代祷。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妇女曙光纪念主日，所以我有特别安排，伫台顶以及伫台骹应该拢是姊妹啊吼。你着将我当做男扮女装，安尼就会使吼。愿上帝帮助夫妻，也透过妇女曙光纪念主日，咱会记起咱生命中要紧的女性，伫咱生命中的地位甲价值。愿上帝帮助夫妻，咱也特别透过妇女曙光纪念主日，其实嘛是爱会记起过去女性亲像是稳重的溃烂，总是现在其实这个时代无共款啊，女性嘛爱显出伫人甲上帝面前要紧的价值甲溃烂，这才是上帝爱咱做伙阳光的世界。愿上帝帮助夫妻，也祝福人在。这是我来介绍今仔日伫咱中间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姊妹桂淑丽姊妹吼，伊伫咱中间，咱来拍扑啊！欢迎伊伫咱中间，平安平安平安哈！欢迎欢迎欢迎哈！愿上帝帮助夫妻，也甲咱做伙伫地。上时我伫遮也。补充报告就是要邀请咱大家伫后礼拜拜六，假使咱时间来使来做伙参与这个圣婷甲白婉因的婚礼，为因来祝福以外，求上帝特别祝福这个家庭，也甲因做伙伫地。上时我也邀请咱大家甲假使会使，嘛会当来报名。新力中会上联部所举办的这2个活动，头一个是3月20号拜四，早起时的10点到12点，就伫咱的教会要举行，邀请姚嘉文先生来分享伊安怎来参与民主的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实践。伊看这叫做基督徒的实践，愿上帝也帮助夫妻，也祝福透过。才讲座来了解，详时事实上，我嘛要邀请咱大家特别伫3月7号，就是后礼拜5的早起，伫9点半，嘉南教会有要举办世界妇女世界公道日，这个拄好是伫咱诶隔壁教会，就是嘉南教会举行。上时这个世界公道日虽然是妇女主办，总是兄弟欢迎参加，挺有意思啦吼。所以毋是专属妇女，因为基督是所有人的权利，所以假使咱的时间来拄好，要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所以假使咱有想要报名吼，因为真歹势，这需要报名。上时无要带你收钱，总是因为爱提供便当，所以请咱宜林会长吼，咱摇手一下哈，请咱宜林会长报名，或是事后伫等者，咱嘛会当办公室有定，后礼拜5的早起，咱伫9点半要伫嘉南教会吼，伫咱的隔壁尔，所以要邀请咱大家时间来拄好。咱做伙来参与，愿上帝帮助夫妻，互咱不管是妇女还是兄弟，做伙祈祷，是上帝特别的祝福。多谢牧师的报告吼。咱即时来上映第388。大家起立。心被兄弟，因更新家，世世丧为天，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感动，因带甲咱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因世代保证。阿门。就是大家来互相请安，平安喜乐。